新德风甲新德米粉。俗语讲：新德风，家人好，安平永。意思是讲，家人好交，安平永大，新德风透。有新德风，才有出名的新德米粉。咸菜真少人会注意到，米粉、番薯粉、番麦粉拢是粉的，咱台湾的米粉并毋是粉的，是若亲像面迄款型的，所以英语甲伊叫做米面。东南亚有袂少的国家，甲咱台湾闽南语讲共款，叫做米粉。做米粉当然就要用到米，咱台湾真早就出产米，毋过向时出产的是在来米，甲即阵咱咧食的凤梨米无共。凤梨米较有黏性，较好食。要做米粉，要是就要用在来米才会使食。毋过听讲专用米做的米粉无啥好煮，一个无细字就会煮糊去。所以才有人去研究，讲着爱掺番麦粉，米粉的品质才会提悬。新德米粉有水粉甲炊粉两种，出名的新德米粉就是炊粉。水粉较粗，先用水煮过才曝热；炊粉加真油，是先炊过才搁曝。讲是讲曝，其实是3分靠日头，7分靠口风。新德因为地形的关系，一年内底风势上强的就是东北季风甲西南季风，佮因为吹东北风的时阵，新德是背方面的雨影地带，雨水较少。这款风透佮大冷的气候，拄好是做米粉的好时机。是讲，迄嘛得奇，是安怎平常时都用米煮饭食，哪得爱做米粉呢？照老一辈的讲法，就是讲要煮食较方便啦。人客临时临要来到地，要洗米煮饭，佮穿米被，伤麻烦啦。米粉自本就是湿的，撒一个就好势啊。大方佮高尚，所以便有较侪人同齐做伙的活动，不时都有米粉炒，无钱食甲饱，佮是食无讨的哦。作者：陈宪国。